第19章。耶穌說完了這些話，就離開加利利，來到猶太的境界約旦河外，有許多人跟着他，他就在那裏把他們的病人治好了。有法利賽人來試探耶穌說：人無論什麼緣故都可以休妻嗎？耶穌回答說：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並且說，因此人要離開父母，與妻子聯合，二人成為一體。這經你們沒有念過麼？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兩個人，乃是一體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。法利賽人說：這樣，摩西為什麼吩咐給妻子休書，就可以休他呢？耶穌說：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，所以許你們休妻，但起初並不是這樣。我告訴你們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，就是犯姦淫了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婦人，也是犯姦淫了。門徒對耶穌說：人和妻子既是這樣，倒不如不娶。耶穌說：這話不是人都能領受的，唯獨賜給誰，誰才能領受。因為有生來是閹人，也有被人閹的，並有為天國的緣故自閹的。這話誰能領受，就可以領受。那時有人帶着小孩子來見耶穌，要耶穌給他們按手禱告。門徒就責備那些人。耶穌說：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，不要禁止他們，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。耶穌給他們按手，就離開那地方去了。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：夫子，我該作什麼善事，才能得永生？耶穌對他說：你為什麼以善事問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，你若要進入永生，就當遵守誡命。他說：什麼誡命？耶穌說：就是不可殺人，不可姦淫，不可偷盜，不可作假見證，當孝敬父母，又當愛人如己。那少年人說：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還缺少什麼呢？耶穌說：你若願意作完全人，可去變賣你所有的，分給窮人，就必有財寶在天上。你還要來跟從我。那少年人聽見這話，就憂憂愁愁的走了，因為他的產業很多。耶穌對門徒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財主進天國是難的。我又告訴你們，駱駝穿過針的眼，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。門徒聽見這話，就稀奇得很，說：這樣誰能得救呢？耶穌看着他們說：在人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彼得就對他說：看啊，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，將來我們要得什麼呢？耶穌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這跟從我的人，到復興的時候，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，你們也要坐在12個寶座上，審判以色列12個支派。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親母親、兒女、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並且承受永生。然而
有許多在前的，將要在後；在後的，將要在前。